兒童版《西遊記》由幼師文化編寫，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。第40回，靈山取真經，做咗好事啦，心情舒暢，行路都快啲啊！唐僧師徒千辛萬苦，歷時14年，終於都嚟到西天極樂世界啦。佛祖派金頂大仙前嚟迎接。唐僧換好袈裟，攞住石像同埋3個徒弟嚟到咗大雄寶殿。師徒跪拜佛祖，奉上通關文牒。唐僧話：弟子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嘅旨意，拜求真經，望我佛垂恩，早賜歸國。佛祖點頭微笑，命迦葉、阿難2位尊者帶住唐僧去寶國取經。到咗寶國，2位尊者就向唐僧討要禮物。悟空一聽，大聲就嗌話要去話俾如來聽。唐僧即刻就攔住咗佢。唐僧話：弟子遠道而嚟，冇準備到啲咩禮物。然後佢就攞出咗唐朝皇帝御賜嘅紫金缽，送咗俾尊者。尊者咁先至眉開眼笑。尊者得到好處啦，就將經書攞咗俾唐僧師徒。師徒4個人接過經書，整整齊齊咁放好。等到唐僧師徒整理好經書，如來就吩咐8大金剛駕雲護送佢哋返東土大唐。佛家呢就講究久久歸真嘅。唐僧師徒歷經80難，仲差1難先至算歷盡磨難。於是佛祖就下旨叫觀音再做1難。臨近通天河嘅時候，觀音叫8大金剛將唐僧同埋經書都掉咗落嚟。悟空3個就騰雲駕霧，即刻趕上去救師傅。師徒4個人跌咗落通天河裏邊，一隻烏龜游咗過嚟。聖僧，呢度啊！唐僧師徒一睇，原來就係當年孭佢哋過河嘅老烏龜。老烏龜再次孭唐僧師徒過河，臨近岸邊嘅時候，老烏龜就問唐僧：當年我託你哋問佛祖，幾時可以令我變身為人？你哋問咗未啊？唐僧心諗弊啦，唔記得幫佢問添。但係唐僧就唔好意思佢，所以就粒聲唔出，唔講嘢啦。老烏龜估到唐僧肯定冇問啊，非常之嬲，突然間就潛咗落水，令到師徒4個人同埋啲行李全部都叮叮揼揼咁跌晒落水。師徒4個人爬上岸，經書都已經濕透晒啊！佢哋唯有喺岸邊將啲書一一打開嚟曬乾。唐僧師徒嘅最後一劫已經過去啦，如來就叫8大金剛將佢哋接返去靈山，一一封為真神。唐僧被封為戰壇功德佛，悟空呢就封為鬥戰勝佛，八戒就被封為淨壇使者，沙僧就係金身羅漢，白龍馬就成為8部天龍馬。悟空問師傅：我幾時先可以摘咗呢個金箍啊？師傅就話：你都已經成佛啦，個箍自然就唔見咗啦。悟空即刻摸下自己個頭，金箍果然冇咗。唐僧依然記得當初同唐朝皇帝嘅約定，發誓要同徒弟帶住經書返東土大唐普度眾生。於是佢哋嘅新旅途又開始啦。40集嘅《西遊記》已經全部播講完畢，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。